天主教神學小問答271小德蘭福傳之友曾慶道神父問：進入天主教堂時點聖水是什麼意思？為什麼現在很多教堂都沒有這動作了？答：進入天主堂時點聖水是提醒我們領洗時的聖水，即提醒我們基督徒的身份，也象徵我們需要先潔淨自己才進入天主臨在的地方，也求主寬恕我們犯的小罪，按我們悔改的程度豁免因罪而需要做的補贖。進入到天主臨在的聖堂，我們應該都會覺得不堪當，正如梅瑟見到燃燒的荊棘時，天主對他說：不可靠近來，將你腳上的鞋脫下，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地。出谷紀3章5節。所以天主教友知道天主在聖體龕中的臨在，都會有謙遜地先點聖水，讓自己潔淨一點後才進入聖堂的習慣。今天很多教堂門口沒有了聖水盤了，這如果是因為我們大家忘記了點聖水的意義的話，不是一件好事。當然，如果因為疫情擔心傳染，是可以理解的。但正如疫情期間進入很多公共場所都會在門口有小機器噴出酒精來消毒雙手，教堂多安裝幾個小噴水器，噴出水來代替把手指沾進公共的聖水盤，應該是可行的替代方法。